做读圣经，今仔日7月24，咱做伙来读箴言第11章到第15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1章，欺骗的天平上主眼目，公平的秤锤伊所喜爱。有骄傲就见笑，有谦卑就有智慧。正直的人有诚实在印刷，诡计的人因为奸诈直到毁灭。上主大生气的日，钱财无路用，只有公义为救人脱离死亡。无通指责的义人，伊的路直好行。歹人会因为家己的邪恶滑倒失败，正直的人会互家己的义救着。奸诈的人会陷落家己的歹所设的罗网。歹人一个死，伊的愿望就无去，伊所期待的嘛会消失。义人会当脱离患难，歹人反倒陷落迄内面。眼中无上帝的人讲话害厝边，义人因为知识得到解救。义人顺利行通，通城欢喜。歹人灭亡，人拢大声庆祝。城因为正直人的祝福兴起，因为歹人的话倒坏，藐视厝边的人无常识，明理的人静静无出声。世界讲人是非的，会露下人的秘密。诚实可靠的人靠捌代志，无好的领导，国家就衰败；国文多，人民就安稳。甲身份人保证袂受大吃亏，拒绝甲人担保就安全。恩惠的福音人受人敬重，败德的福音人自处体育。贫惰的查甫人为善者，坚强的查甫人为好业。仁慈的人家己得到利益，残忍的人家己受伤害。歹人得到的工钱是空空，亚义的政治得到的报赏才是实在。坚持公义得到性命，继续做歹直到死亡。歪曲是非的心，上主厌恶；行为正直，伊所喜爱。歹人一定受刑罚，义人的后代会得到解救。福音人水若无明理，亲像金环挂伫猪的鼻。义人所喜爱的，最后拢是好；歹人追求的，也上帝生气。人若施舍，就若好业；人若放生，就若善者。爱施舍的，愈丰盛；帮助人的，得到帮赞。囤积五谷毋卖，会受咒诅；欢喜卖出，会受祝福。出来做好，会得到恩惠；追求邪恶，会拄到灾厄。我靠家己的钱财，会跋倒失败；义人会兴旺，亲像青翠的树叶。惹起家庭纷争的人，什么拢得袂到。戆人会做聪明人的奴仆，义人结的果子是性命，强暴的人残害性命。义人伫世间得到报赏，有罪的歹人一定受报应。第12章，喜爱知识的人欢喜接受管教，戆人厌恶责备。好人会得到上主施恩，诡计多端的人会受上主定罪。人袂当对做歹得到安全，义人的根基永远袂动摇。在地的福音人是丈夫的花冠，毋知见笑的福音人亲像丈夫骨内的毒瘤。义人的意念细正，歹人的计谋诡诈。歹人的言论长单要杀人，正直人的喙会救人。歹人会受车倒消失，义人的家会坚固。人因为智慧受讹落，心歪曲是非会受藐视。卑贱的人趁有者，
看赢碰风自大的人无米通食。义人关心伊个精神的性命，歹人连对人同情拢残忍。正直的人有高雅的美娘，追求空空无价值的事是无知识。歹人贪爱邪恶人手内的财物，义人的君会结果子。邪恶的人因为嘴唇的过失，跋落家己的牢网，义人会脱离患难。人对嘴所结的果子，得到满满的福气。逐个人照伊的所做受报应。误人看家己的路做对，聪明的人听人口劝。误人真快显出生气，明理的人忍受侮辱。讲实话做正，彰显公义；南山做正，显出规格。讲话无谨慎，亲像用刀插人。智慧的人会指伊治人，诚实的嘴永远可靠。白贼的指只有挡一时仔久。都无歹待的人心存诡诈，劝人和好的人会快乐。义人袂拄着灾害，歹人会拄着真侪灾害。白贼的嘴唇上主厌恶，做代志诚实，伊所欢喜。明理的人刻捌知识，误人的心显露愚戆。温困的手有力掌权，贫惰的人甲人做苦工。心有挂虑，互人励志；一句好话，互人欢喜。义人带厝边行正路，歹人带人行迷路。贫惰的人有肉嘛无要烘，拍拼的人会得到宝贵的财物。正直的路，互人得到性命；邪恶的路，通到死亡。第13章，智慧的囝听谈老爸的教导，自高自大的人毋听责备。人讲好话有好的成果，奸诈的人多无公布。约束喙齿，保全性命，随便开喙，滴到毁灭。贫惰的人心羡慕，嘛得袂到。拍拼的人会心满意足。义人厌恶白贼话，歹人失体面，闹臭名。公义保护正直的人，邪恶败坏有罪的人。有人装作好野，其实无半项；有人装作善者，其实有真侪财物。好野人用钱偿命，善者人毋惊人威胁。义人的光会明亮，歹人的灯会火去。骄傲一定起三钱，听人口劝有智慧。毋是拍拼得到的钱会愈减少，流汗积蓄的钱会愈加添。所仰望的久无实现，心就痛苦失志；所意爱的一个实现，性命就充满活力。藐视教师，自取灭亡；尊重诫命，得到报赏。聪明人的教示是活命的水泉，互人免陷落死亡的牢网。明理的人会受尊重、受接纳；奸诈的人的路坎坷歹行。通达的人用智慧做代志，误人显露家己的愚戆。歹的使者，互人陷落灾祸；忠实的车婿，互人得到医治救助。拒绝教导，会得到善者见笑；愿意受责备，会受敬重。所意爱的实现，心中欢喜；离开歹代，误人毋愿。甲智慧的人同行就有智慧，甲误人做伴会受伤害。灾祸会追入罪人，
欢迎是义人的报赏，好人留产业予子孙，侪人积聚的财富，最后归义人。善食人的田园生产真侪米粮，毋过因为无公义，煞拢受抢夺。毋甘揭发囝儿是无听因，若听因，就得照实折毒。义人会当食甲心满意足，歹人的腹肚不时夭夭。第14章，智慧的负责人建立家己的家庭，愚戆的负责人亲手拆毁。做事正直的人敬畏上主，做代志歪曲的人藐视伊。戆人讲话，家己受责罚；智慧的人的话保护家己。无牛耕作就无五谷，牛有力拖产就烂做。诚实的证人袂讲白贼，虚假的证人满嘴胡说。自高自大的人找智慧找袂到，聪明的人真紧得到知识。得离开戆人，因为对伊讲的话找袂到知识。通达的人的智慧，互伊了解着行的路；戆人的戆，直到行袂路。戆人看犯罪做滚笑，正直的人分享上帝的恩惠。人的艰苦只有家己的心知，伊的欢喜外人袂当分享。歹人的厝会倒坏，正直人的布边会兴旺。有一条路看起来正搁直，到尾探到死亡。人咧笑的时，心也有忧闷。快乐的结局会变做悲伤。歹人一定受报应，好人一定得报赏。憨直的人逐项拢信，通达的人步步谨慎。智慧的人事事谨慎，远离歹代。憨人骄傲放肆，快生气的人做代志愚戆，诡诈的人互人怨恨。憨直的人承接愚戆做产业，通达的人得到知识做法官。歹人拍落伫好人的面前，罪人拍落伫义人的门口。善食人连厝边拢验证，好业人朋友真多。看见厝边的人有罪，人民善食的人有福气。过无歹代会行入迷路，过无好事会得到人的真诚怜悯。逐款的拍命拢有利益，空谈会得到善食。智慧人的财富是因的花冠，憨人的憨到尾嘛是憨。讲实话做正救人的性命，做伪证是用诡诈害人。敬畏上主有坚固的瓦壳，伊的囝儿有刀闪的所在。敬畏上主是活命的水泉，互人免陷落死亡的落网。百姓多，国王有荣光；人民少，人君就衰败。袂快受气是大聪明，无耐心的显出愚戆。心平静，互身体健康；怨妒，互骨头柔软。压迫善食人是亵渎创造因的主，好款待无钱人是尊敬主。歹人会因为所做的歹灭亡，义人会到死也有瓦壳。智慧爱踮伫聪明人的心内，憨人的心内找无智慧。公义互国家强盛，罪恶互人民受凌辱。王以爱用智慧办代志的官员，揭发失职的人神。
第15章，温和应答，互生气煞。刺插的话激起生气。智慧人的指咬光知识，戆人的喙吐出无戆。上主的目睭逐所在咧看，好歹拢在监察。温和的指是活命的树，讲话歪曲，顺伤心神。戆人看轻老爸的管教，愿意受责备是明理。义人的厝内有真侪财宝，歹人所趁的正做家己的陷害。智慧人的喙保养知识，戆人的心毋是安尼。歹人现的济，上主厌恶；正直人会祈祷，上主欢喜。歹人的路是上主所厌恶，追求公义是伊所喜爱。放杀正路的人会受严格管教，厌恶责备的人会直到死亡。淫妇甲灭亡，上主拢在监察。世间人的心搁较袂当对伊抗捌。自高自大的人无爱受责备，嘛无爱甲智慧的人参详。心欢喜，面就有笑容；心忧闷，心灵就有热志。聪明人的心追求知识，戆人的喙用牛戆做食物。困苦的人日子歹过，心快乐的人亲像宴席无断。善者有在敬畏上主，看赢好嘢有真侪烦恼。食凊彩，大家相疼；看赢食肥牛仔，互相怨恨。歹性地惹起冤家，无快生气，会互三更煞。贫大人的路，互刺眉为敌；正直人的路，大条平坦。智慧的囝，互老爸欢喜；戆人看轻家己的老母。无知的人看牛戆做欢喜，明理的人照正直行。无参详，计划会失败；顾问多就会成功。应答合宜，互人欢喜。合时的话实在真好。智慧人行上活命的路，才免落去下面的淫妇。上主拆毁骄傲的人的厝，保护寡妇的地界。歹的心思，上主厌恶；纯洁的话，上主喜爱。贪不义之财，陷害家己的家，拒绝贿赂，会长会寿。义人的心想了才应，歹人的喙吐出邪恶。上主离开歹人真远，毋过有在听义人的祈祷。温柔的眼神，互人心欢喜；好消息，互筋骨勇行。听谈管教的人会长会寿，袂当甲智慧的人做伙徛起。毋通警戒是看轻家己，听谈管教会得到智慧。敬畏上主是教人有智慧，先有谦卑，才有尊严。咱今仔读的圣经节伫箴言第11章到第15章。